罗化市北区分署疑似因为霸凌地属基层公务人员自杀的事件，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是批评共党的前劳动部长柯明春想成前北分署长谢基荣，才地属这件代志发生。柯明春针对霸凌也是回斥的，也反击讲认为这件代志唔通加做政治操作的工具。罗化市北分署工作上欺负人造成自杀案件继续一直拖。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指控涉嫌欺负人的前分署长谢义勇，所以作风遮尔恶霸，全部是予前劳动部长柯明春这人先派去。柯明春2日深夜回击，讲这条性命消息不应该成做政治操作工具。离山参加高雄义消活动时也表示遗憾，包括我之内的相关人士，都应该要深切的来反省，接受人民的检讨，但不是相互的攻击跟推诿。我希望让这件事情的讨论能够回归理性。无回应这个指控，柯明春急叫下室内了后，赶紧离去活动现场。真正宣布要参加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柯明春，先是表出提拔谢义勇，一共点名是伊的靠山。林淑芬早起也搁再来严厉批评。谢义勇还是专委的时候带出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这是家常便饭，惯成这个样子，所以难怪谢义勇到北分署的时候上行下效。那林淑芬新北市机关李武雄也公布北分署会议的记录，讲早伫去年6月就员工反映，这首长领导风格问题。谢义勇其实回讲，首长领导风格无接受批评。劳动部应该积极的去彻查，到底为什么有这种下情无法上达的情势？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署长一个人就可以只手遮天？就护路权的劳动部开始发生欺负案件，引发社会真大关心甲注意。谢义勇虽然做得停职，并且第2日回应这个欺负案件，其实互外界认为是伫推卸责任无诚意。看到这个事件争议愈来愈大，民意代表也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改革这歹习惯，希望劳动部清新的办公文化。记者综合报道。